喺電梯嗰度咧，其實咧睇到個細節喺度啊！嗱，即係好多人之前好多街坊會質疑啊，呢度新鴻基係咪屬於香港嘅新鴻基咧？其實上邊有寫喺度啦，香港總部平台係咪啊？佢嘅而家目前新鴻基嘅佢一個物業啦，係咪啊？康業物業管理公司旗下嘅，佢都係自己嘅物業管理公司嚟㗎，係咪啊？所以講你唔會有質疑呢啲，全部都係佢有啲公告嘅啲信息、電話喺度會查得到。因為所有嘅物業嘅話咧，如果你間鋪單位配埋一個車位嘅，日後你唔想打比方，你想放呢間屋啦，你有車位嘅情況下咧，你轉手會更加易嘅，而且呢套單位嘅話咧更加會值錢啲，因為呢套車位正常易翠園，因為屬於市中心嘅車位，正常賣20萬一個車位，咁而家目前嘅正常銷控價喺度㗎。咁而家目前買樓118萬送埋嘅20萬，價值20萬嘅車位，我覺得係非常。盛景上風搭車之外咧，其實喺 Coco City 同埋富日城嘅話咧，都有巴士直通巴翻嚟香港嘅，即係每次好多香港嘅街坊咁喺啲商場食完飯，食完個下午茶啦，可以直接打車，邊度方便就邊度搭車，因為畢竟呢度城區，去邊度嚟講都四通八達。Hello， 各位街坊，我係阿 Ken 啊。今期嘅話咧，嚟到中山城區嘅一個優質樓盤，同大家嚟拆解下呢個樓盤嘅一個優劣喺度嘅。聽講呢個開發商只要錢唔要樓，咁我而家目前身處嘅話咧，就係東區一個豪宅嘅封面，一個身份嘅象徵。大家知唔知道喺邊度咧？就係易翠園啦。而且佢嘅開發商咧，屬於叫新鴻基地產嘅，係真真實實嘅香港嘅新鴻基啊。因為香港新鴻基嘅話咧，佢係響呢度房地產嘅話咧，揸根咗有50年喺度噶啦，係咪啊？專門係做豪宅喺度嘅，相信好多嘅香港街坊、華僑街坊都會認識呢個高品質嘅一個上市大公司喺度啊，係咪啊？咁呢一期嘅話咧，佢要錢唔要樓啊，真係可以咁形容佢，因為而家目前總價 total 118萬，仲送埋產權車位啊，而且係樓層仲要任揀喺度嘅。究竟呢個盤究竟咩情況喺度咧？如果有興趣嘅街坊，接落嚟睇住呢條片，同大家嚟拆解下呢個樓盤嘅優同埋劣喺度嘅。咁講起易翠園嘅話咧，首先同大家街坊介紹翻呢個樓盤啦。因為易翠園嘅話咧，響2023年嘅話，已經入嚟中山嗰度噶啦。咁響呢中山嘅話咧，已經有20幾年嘅一個操盤經驗啦，係咪啊？咁其實新鴻基嘅話咧，一直喺香港嗰邊嘅，所以講佢有一個50幾年一個做豪宅嘅經驗。所以嚟到中山之後嘅話咧，其實佢就係作為一個點講咧，佢選嘅址買嘅地，其實全部集中響中山嘅一個主城區嘅地段喺度嘅，所以講地段係非常之會好優質。另外嘅話咧，佢呢個易翠園嘅盤嘅話咧，佢佔地會非常之大，500畝超500米一個盤啊，仲響城區嘅中心位置喺度啊，係咪啊？所以講會體量非常之大。咁而家目前咧，我身處話咧係響易翠園嘅最後一個組團啦，5B 組團喺度嘅。咁響咁中山咁城市咁繁華一個地方嘅話咧，真係賣一塊地就少一塊地喺度，因為而家目前係最後一期啦，賣完呢一期，成個易翠園就結束咗喺度啦，係咪啊？咁講翻呢度樓盤嘅地段啦，其實呢個易翠園嘅話咧，佢四周邊嘅話咧，都係非常之方便喺度嘅。首先會講翻好多香港街坊會關心佢，我平時落樓啊，或者去翻商場啊，其實方唔方便嘅？其實係唔使質疑嘅，因為呢度屬於東區一個中心嘅一個地段喺度嘅。因為喺我哋項目嘅南邊嘅話咧，其實就係盛景上風 CBD 喺度嘅。因為呢邊咧匯集晒好多嘅嗰啲各大嘅銀行啊、證券中心啊、商務中心啊，全部都響呢個範圍之內喺度噶啦。咁行遠少少嘅話咧，其實去翻5分鐘去翻利和啦。跟住去翻，如果7、8分鐘嘅話咧，去翻 Coco City 啊，同埋富日城啊，都係十分之方便喺度，可以咁講啊。而且可以落樓嘅話咧，新鴻基地產仲有臨街嘅商鋪，同埋周邊小區嘅臨街嘅地鋪咧，都會有好多嘅餐飲店啦、小食店啦，同埋呢啲逛街嘅好去處，都會好多喺度嘅。所以講，基本上你唔會話。即係要打的啊，要行到好遠嘅地方要轉車。其實呢度就係一落樓行幾步，基本上行路嚟講10到15分鐘之內啊，基本上成個東區都可以行晒喺度噶啦。所以講落樓會好方便。咁可能好多街坊覺得，我平時翻香港
要去邊度搭車嗰度咧，其實都係唔使擔心嗰度㗎。喺項目對面啱啱講嘅盛景上風樓下嘅話咧，就有永東嘅巴士喺度啦。每日有大概有20班車翻香港嘅，而家直通車嚟嘅，係咪啊？而且佢嘅喺永東巴士嘅隔離咧，盛景上風嗰度咧，仲有一個候機樓，直接可以去翻香港嘅國際機場嘅。所以講基本上就係、如果你搭車翻香港又方便，坐飛機候機嘅都係好方便喺度嘅。咁可能好多街坊會覺得，除咗平時嘅衣食住行之外嘅話咧，有冇休閒嘅好去處咧？其實喺我哋項目嘅南邊嘅話咧，其實就係一個中山一個市肺可以咁講，市肺公園，而且一個好全中山最大嘅一個公園喺度嘅，因為佢嘅綠化率係非常之高嘅一個公園，係咪啊？就係紫馬嶺公園喺度啦。佢入邊嘅話咧，會有啲休閒嘅山徑啦。大草皮啦，係咪？仲有啲動物園啦，即係平時有啲香港街坊同屋企人過嚟想散步、跑步、休閒嘅地方，我覺得係紫馬嶺係一個唔錯嘅地方，因為同益翠園咧就係一路嘅之隔喺度嘅。嗱，咁講完公園啦，其實好多嘅香港街坊咧會關心佢嘅醫療方面嘅。其實我哋項目嚟翻博愛醫院啦、三甲醫院啦，同埋人民醫院咧，其實開車嚟講都係10分鐘之內嘅事喺度嘅。所以講基本上你唔會擔心呢啲醫療跟唔上，而且呢兩間醫院嘅話咧，仲可以用翻香港嘅啲長者醫療券喺度㗎。所以講我覺得非常之便利，而且佢而家啱啱講嘅醫院嘅話咧，仲係一個非常之中山嚟講非常之 top 嘅一個三甲醫院。因為中山嘅話咧，佢醫院係好多，不過上三甲醫院咧，其實就得主要嚟講就係人民醫院、博愛醫院呢兩間為主喺度嘅啫，其他醫院可能就個級數咧就唔會咁高，而且入邊嘅醫生醫療設施咧就冇咁齊全喺度嘅。所以講，我覺得呢個地段呢個樓盤會值得俾大家嚟睇睇。咁當然啦，因為而家目前咧受咗4代住宅一個衝擊喺度啊，所以而家對於而家目前好似益翠園呢棟樓盤嘅屬於3代住宅嘅樓盤嚟講咧，冇辦法啦。因為4代住宅嘅衝擊，佢嘅實用面積非常之大。咁嚟到3代住宅嘅話咧，佢嘅實用率會相對偏低。為咗搶佔呢片區嘅市場嚟講，而家冇辦法，要錢唔要樓，逼住要降價喺度啦。咁終於各位街坊想關注城區嘅優質樓盤嘅街坊喺度嘅，今日終於等到啦，係咪啊？118萬送埋車位，而且係有啲係83平方嘅2房。咁除咗其實83方嘅2房之外嘅話咧，佢最大面積去到154平方㗎。咁我而家目前身處呢個小區嘅主入口度咧，其實就係我哋呢期重點同大家嚟介紹喺度嘅。可能攝影師去睇翻我哋成個屋苑啊個設計。其實咧，佢呢度係屬於5 B 組團喺度嘅。佢有5棟樓嚟組成嘅，分別係攝影師去睇住個鏡頭就係80棟啦、81棟、82棟。83棟同埋84棟，總共5棟，跟住一字排開嘅樓喺度嘅，所以講佢前後嘅話咧，基本上係唔會俾你哋擋住咗喺度嘅，所以講前後景色會非常之開闊喺度。最關鍵嘅話咧，同大家嚟講拆解下呢幾棟樓喺度，因為佢嘅80棟同埋84棟嘅話咧，佢屬於叫2梯5戶嘅設計喺度嘅。咁81到83棟咧，佢係2梯4戶喺度㗎。所以講，如果俾各位街坊嚟揀嘅話咧，其實我會優選去到81到83棟喺度，因為佢屬於2梯4戶設計，佢嘅密度會相對會比較低啲喺度嘅，係咪啊？咁今期點解我一早收到信息就直接過嚟項目嗰度同大家街坊嚟拆解下呢啲樓盤？因為而家我覺得83方雖然講佢做咗2個房喺度啊，不過佢係目前我了解到嘅目前益翠園5 B 組團嘅話咧，係最靚嘅一個戶型喺度，因為佢呢隻戶型嚟講，第一個佢屬於一個係靠向翻東邊嘅一個主陽台係向翻東邊嘅，佢朝向好，佢嘅景觀會比較好，而且關鍵呢隻戶型嘅話咧係南北對流㗎，因為我睇翻而家目前佢嘅在售嘅一啲83方嘅戶型嚟講，一係就係唔係南北對流嘅，前後唔對流嘅。另外一隻咧就係主陽台會向西邊嘅，所以今日我覺得呢個發商非常之有誠意喺度啊！118萬買到83平方度嘅，而且係向東邊送埋產權車位，而且係任揀喺度啊！咁當然先到先得啦，係咪啊？嗱，咁順便講完啱啱講在售嗰啲樓盤之外咧，順便跟住我鏡頭咧逛一逛呢度嘅園林，因為呢度嘅園林咧，我覺得係
非常之值得同大家嚟探討下嘅。因為而家目前鏡頭大家可以睇一翻我哋成個嘅園林咧，佢嘅即係嗰個嘅層次感啊，佢嘅樹種選擇係非常之多喺度㗎。嗱，佢唔會話好似普通啲樓盤咁啦，好似就係好單調咁、好簡單咁設置喺度。佢係用心去設計過嘅，非常之有香港嗰種味道喺度嘅，係咪啊？因為佢一般我哋好似而家目前大陸嘅或者係中山入邊嘅咧，佢嘅綠植選擇嚟講咧就會比較單調啲，佢全部有參差喺度嘅。所以講平時食完飯或者係同屋企人呢度散步嘅話咧，我覺得係非常之舒心喺度。而且目前嘅話咧，成個小區佢陸續嘅話咧，已經好多嘅本地人啊，或者好多嘅香港街坊，或者好多嘅海外嘅翻嚟中山度假嘅都會選擇呢度。嗱，攝影師可以跟住鏡頭睇睇而家現場，有時小朋友係咪啊？全部都係嗰啲細路哥喺度平時休閒啊玩啊，其實一個好去處喺度嘅。非常之舒服，而且係陽光。即使而家目前佢嘅太陽咁照住朝頭早嘅，逛一逛，我覺得係非常之寫意喺度啦，係咪啊？呢度嘅遊樂區好啊，佢嘅地面其實全部做晒一啲係塑膠喺度嘅，即係唔會擔心啲小朋友落嚟玩驚跌親喺度，所以講啲品質感會好好喺度。因為一般咧而家好多嘅娛樂區咧嘅話咧，佢嗰啲地面嘅話咧，可能做啲瀝青喺度，會比較偏硬。呢啲地質咧，可能就比較偏軟啲。而且我關鍵嘅話咧，我仲留意到個細節喺度。而家目前我行緊嘅地面喺度咧，佢所有嘅地面係用咗啲石材喺度㗎。攝影師嚟睇一睇，佢地面係用咗石材，佢唔係普通嗰啲叫燒結磚啊，普通呢啲磚。所以講呢個整體嘅界面嚟講，會更加會襟睇。內容同埋比較會高檔啲喺度嘅，係咪啊？哇！真係出邊東區好繁華，落到樓入翻嚟呢個小區就真係可以咁講4個字形容：鳥語花香，不斷有啲雀仔聲，有啲花嘅，特別而家目前春天嘅各種嘅花，一年四季有唔同嘅一種綠植會開花，所以個整體嘅感覺，我覺得係非常之靚喺度㗎。咁我啱啱轉咗一圈啦，同大家係介紹咗成個嘅花園啦。因為呢個花園係綠化率係40%喺度㗎。可能好多嘅樓盤會標榜50%、60%都好啊。其實我覺得啲數據嚟講，佢自己堆砌嘅。咁嚟到益翠苑嘅，其實除咗啱啱講嘅地段之外，佢嘅花園真係可圈可點到。當然可能攝影師攝像頭嘅話咧，可能冇實地睇嘅可能咁整體嚟講咁通透喺度啊！如果有興趣嘅街坊咧嚟到實地嚟睇嘅話咧，實地感受嘅話咧，會更加震撼到。咁講完成個花園之後啊，咁我而家直接上翻81棟，我哋今期同大家主推嘅一種83方嘅兩房單位，究竟係咩樣到咧？我即時跟住個鏡頭一直行睇睇，因為而家目前我身處係81棟嘅嗰個樓下喺度啊。其實而家畢竟嚟講，我入大堂呢條路嘅話咧，兩邊嘅話咧，其實都係種咗好多嘅綠植，好有層次感喺度嘅。即係每日翻屋企嘅話咧，都係綠油油嘅一片喺度㗎。係啊，最值得一提嘅話咧，其實另外咧就係佢個大堂嘅挑高，佢個挑高咧去到6.8米㗎。佢可能比其他嘅樓盤會更加高，而且佢用咗個話咧係大量嘅嗰種金屬啊，同埋嗰種鋁材嗰種框條喺度設計嚟講，所以講整體嚟講會顯到會比較好高檔喺度嘅。咁我哋一入翻大堂，同大家嚟報道翻隻戶型喺度啊！嗱，嚟到大堂嘅話咧，其實俾我感覺嚟講就好似酒店式咁啊，真係會特別嘅挑高喺度㗎，特別挑高。成個大堂好通透，佢前後都開到門喺度嘅，即係唔會話人哋翻到屋企話啲大堂話你好焗喎，好似唔透氣咁。佢唔透啊，兩邊都可以出入嘅喎。而且關鍵嘅話咧，即使佢嘅架空層都好啊，佢都做咗好多嘅啲綠植嗱，好似呢埲牆咁啊，即係好有香港新鴻基嗰種特色嘅。但係各位街坊有冇睇過呢隻？可能中山會比較少啲啊，可能香港會比較多啲，因為佢連室內嘅架空層都做咗啲綠植，所以講成個感覺嚟講咧會好舒服啊！咁而家我哋即時上去嗱，而家咧我哋搭 lift 去到23樓，同大家嚟睇翻啦。咁我喺電梯嗰度咧，其實咧睇到個細節喺度啊。
嗱，即係好多之前好多街坊會質疑啊，呢度新鴻基係咪屬於香港嘅新鴻基咧？其實上邊有寫喺度啦，香港總部平台係咪啊？佢嘅而家目前新鴻基嘅佢一個物業啦，係咪啊？康業物業管理公司旗下嘅，佢都係自己嘅物業管理公司嚟㗎，係咪啊？所以講你唔會有質疑呢啲，全部都係佢有啲公告嘅啲信息、電話喺度會查得到啊，呢度嘅樓盤。其實就係香港嘅新鴻基，唔使擔心佢話啊係咪嗰啲翻版㗎，或者跟佢名相似嘅，唔係。事實佢而家目前俾我睇得到嘅成個屋苑嘅外立面好，或者園林都好啊，都係非常之高檔同埋優質㗎。嗱，除咗啱啱講嘅大堂啊，佢會挑高，佢做得好多細節比較靚之外咧，我啱嚟到23樓嘅呢個電梯間，佢同樣我覺得都係好精緻喺度嘅。佢嘅牆身用咗大量嘅一啲石材，全部係掛石。同埋啲金屬嘅，同埋發埋光喺度嘅，真係好有嘅歸家嘅一種儀式感喺度啊！係咪啊？着住燈喺度好靚，而且用咗啲鏡面咧，唔係普通鏡面喎，仲挑埋花喺度，即係唔會話做得會好單調喺度咯，係咪啊？再睇翻而家目前81棟呢度單位嘅，佢可能同之前啱啱講嘅80棟同埋84棟一樣。所以呢兩棟咧，佢係兩梯5戶嘅，咁呢棟樓咧係兩梯4戶嘅，所以講我會比較推薦各位街坊，如果係揀易翠園嘅話咧，會揀81棟同埋82棟呢兩棟樓王單位喺度嘅。點解咧？你接落嚟睇翻我哋嘅鏡頭，大家會知道喺度啊。咁而家81棟嘅話咧，佢呢邊嘅話咧有2戶人喺度嘅，啊02同埋03位喺度，啊咁呢過翻嚟呢一邊咧就有01同04位喺度，基本上係好闊著空間喺度㗎。咁而家穿過呢個防火門嗰度嘅話咧，我就去翻04號位喺度啦。其實我覺得一樣嘢比較點讚俾佢，佢嘅消防門嘅話咧，唔會話普通好似出邊嘅其他屋苑咁嘅話咧，用咗啲鐵質嘅或者係木質嘅啲防火門，佢用翻啲玻璃防火玻璃嘅嗰種材質嚟話配合嘅話咧，會更加嘅高檔同埋咧通透，係咪啊？即係唔會話覺得成個大堂黑咪掹喺度嘅。嗱，咁而家嚟到啦04號位，今日我同各位街坊重點介紹嘅呢隻單位嘅呢隻面積嘅話咧，係83平方，向東單位。關鍵係咧，而家目前佢係屬於無批交付喺度啊。咁而家主要睇翻嗱，因為門口嘅話呢隻戶型嘅話咧，佢呢對門講翻啦，呢對門嘅話咧，到時都係交標嚟㗎。不過佢而家目前咧就係屬於啲3代住宅啦，佢冇做翻而家目前比較時興嘅一隻指紋鎖。不過我覺得冇所謂嘅，即使好多街坊我之前接觸過業主都好啦，佢後邊嘅話咧，當間屋裝修之後咧，都會將啲門鎖會換晒喺度，我覺得會更新翻，會更加有保障啲嘅，係咪啊？咁呢隻戶型嘅話咧，83方兩房一衛，咁入嚟嘅話咧，佢最大嗰個亮點嘅話咧，係有一個入戶花園喺度嘅。呢個入戶花園咧話咧，大概應該都有去到7個平方左右喺度嘅。呢度係計一半面積喺度嘅。咁當然啦，如果啲街坊嘅話咧，以後中意有個私人空間，驚佢撇雨喎，咁其實可以封翻個窗喺度嘅，到時做翻推拉窗，我覺得都係 OK 喺度嘅。到時呢度做翻個種啲花啊，放翻啲少少嘅鞋櫃喺度啊，其實都係 OK 喺度。因為而家同比易翠園嘅其他83方嚟講咧，佢入門口可能就唔會有咁通透嘅感覺喺度嘅。咁入翻嚟屋入邊，同大家介紹下喺度啊！嗱，佢呢隻戶型嘅最大嘅亮點就係南北對流喺度啦，即係佢咪話屬於南北前後雙陽台，佢一邊大陽台，另外一邊咧就係可以推到窗望翻出去個 view 喺度嘅。咁我嘅呢個頻道話咧，其實每次介紹戶型嘅首要話咧，我就睇翻成個主人台啦。咁而家跟住我鏡頭睇睇出邊嘅景係點樣嘅，因為呢度嘅話咧，佢成個朝向嚟講咧，望翻東邊嘅東邊嘅設計。哇！咁望翻出嚟嘅東邊嘅話咧，其實就望翻開發區嘅嗰個方向度啦。咁而家目前我鏡頭睇到話咧，就之前以往我對拍視頻會經常同大家講嘅呢兩大商圈度，第一個就係前邊嘅 Coco City 喺度啦。呢棟好高嘅樓喺度就係 Coco City，同埋隔離嘅話咧就係富日城喺度啦。其實呢兩大商場嘅話咧，其實基本上入邊有睇電影啦、食飯啦、下午茶啦、逛街買衫啦，一應俱全喺度嘅。可能富日城嘅話咧，佢係最近呢1-2年開嘅話咧，會更加新淨啲喺度嘅。另外嘅話咧，其實除咗呢兩棟平時逛街之外咧，啱啱同大家講嘅話咧，去搭直通巴去翻永東，即係去翻富日城，唔係富日城，即係我講緊盛景上風搭車之外咧，其實喺 Coco City
同埋富日城嘅話咧，都有巴士直通巴翻嚟香港嘅，即係每次好多香港嘅街坊咁喺啲商場食完飯，食完個下午茶啦，可以直接打車，邊度方便就邊度搭車，因為畢竟呢度城區去邊度嚟講都四通八達嘅。咁再睇翻，除咗啱啱講嘅啲shopping mall 之外咧，其實我望翻出嚟嘅話咧，其實而家目前全部都係啲樓嚟㗎，所以石岐區啲樓喺度嘅。咁其實將嚟10年、20年、30年，我覺得佢都唔會話去拆晒佢嘅。所以講你唔會一死擔心呢度前邊會起啲高樓，會擋住大家啲視線喺度嘅，係咪啊？所以唔使擔心。而且而家目前鏡頭睇翻嘅話咧，有啲綠色外牆嗰度咧，其實就係華潤萬佳嚟㗎啦。華潤萬佳，咁佢其實你平時中意買餸啊，簡單嘅啲點講小超市買啲嘢啊，其實呢邊嘅話咧，基本上可以滿足到你啦。一出門大概行路3-4分鐘，其實都搞得到喺度噶啦。咁隔離咧，其實我除咗啱啱講嘅佢商場啊各方面嘅資源之外咧，我哋隔離仲有一間叫東區中學喺度嘅，好多嘅中山本土嘅一啲本地人。佢點解中意買呢個樓盤？就係因為佢屬於東區，佢嘅教育資源係非常之優質嘅。除咗啱啱講嘅東區中學，佢仲係石岐嘅一個小學，第一小學全部都有，全部都係省一級嘅小學喺度㗎，係咪啊？咁而家望翻呢邊嘅 view 喺度咧，其實在遠處嘅話咧，仲可以望到啲山景啊、樓景啊，都係非常之靚喺度嘅。咁落樓嘅話咧，其實喺我哋逸翠園嘅北門嗰邊咧，東北門嗰邊咧，其實仲有一個叫行政服務中心喺度㗎，即係平時帶各位街坊辦一啲居住證啊、各種嘅證件啊，或者你買樓時需要打啲咩證件嘅話咧，都可以落翻樓去辦翻相關嘅業務、政府業務喺度，都係非常之方便。畢竟呢度市區啊嘛，係咪啊？咁講翻呢隻戶型嚟講啦，係咪啊？因為呢隻戶型嘅話咧，83平方。佢個陽台當然唔可以同我哋而家目前嘅4代住宅嚟比啊，因為佢而家目前嘅佢開間大概到米2左右吧，有少少嘅一個弧度咁嘅，前面窄少少，後邊闊少少。其實如果係83房兩房，我覺得如果平時兩公婆啊，或者有個屋企人偶然間過嚟度假，我覺得係基本上都夠住，可以咁講咯，唔使係太大啦。因為呢度最多就係作為一個晾衫或者放翻洗衣機嘅地方度嘅。咁再睇翻另一邊嘅陽台，睇下個 view 靚唔靚喺度啊！呢一邊嘅話咧，佢雖然講係南北對流啊，不過佢就唔係雙陽台喺度嘅，當然都可以開到窗通翻出邊嘅。咁佢嘅窗嘅話咧，其實都非常之吸力嘅，全部都係屬於叫雙層間玻璃喺度啦，基本上閂埋門。即使我唔閂埋窗都好啊，其實佢都冇咩噪音嘅。雖然講好多人話講得，呢一期5B 靠住孫文東路啊，因為落邊就係孫文東路嗰度啦。會唔會嘈嘅咧？咁我而家現場企住喺度嘅話咧，其實感唔覺到好嘈鬧咧，係有少少車聲，不過係還可以接受喺度嘅。因為而家目前我喺呢度單位咧，其實就係個無坯交付喺度嘅。我相信日後裝咗窗簾、放咗家私之後，成個嘅噪音度會更加嘅降低，因為基本上唔可以用噪音嚟形容佢嘅，係非常之都係好安靜喺度嘅。咁唯一嘅話咧，可能有少少私隱性差嘅話咧，就可能呢個窗望翻出邊嘅話咧，就可能望到對面一戶人嘅嗰個陽台喺度啦，可能私隱性會少少差喺度嘅。咁當然啦，呢個窗位我覺得就係一個採光同埋一個通風透氣嘅功能喺度嘅。其實如果平時你呢度放翻張飯台，咁望翻出去，其實都望唔到隔離一戶人喺度嘅，所以講我覺得呢隻戶型係非常之推薦俾大家喺度啦。咁講翻個 view 度啦，嗱，咁其實而家目前我哋鏡頭望翻出去嘅話咧，其實望翻就係我哋屬於石岐區嘅一個樓宇喺度嘅。咁前方嘅話咧，而家目前隔離嘅話咧就係英聯嘅一個大平層樓盤喺度噶啦。係啊，而家目前賣緊嘅單價咧，去到25,000到35,000之間一個大平層。佢嘅起步面積去到300平方喺度㗎啦，所以講佢嘅價錢會比較高啲啊，而且佢唔係屬於4代住宅啊，屬於叫大平層。而家目前都賣緊喺度嘅。咁而家講緊我哋今日同大家介紹嘅逸翠園咧，講緊可能就係14,000-15,000蚊一平方度嘅。咁對面可能就係翻咗個倍喺度㗎啦，個價錢。所以講，我覺得而家價值就喺呢度啦。有時唔一定話追求最新規嘅住宅或者最新款、最新樓盤，有時嗰啲3代住宅，我覺得就係一個執漏喺度㗎。當開發商有一日
佢需要資金或者某啲原因佢要賣盤啦，大家就要揸緊時間，要搶佔呢啲咁優質嘅盤喺度㗎，係咪啊？再講完啱啱近少少嘅英聯樓盤之外啊，咁其實再遠少少咧，我而家見住我哋好多嘅腳手架啲位置，腳手架啲位置嘅話咧，其實就係龍湖啊。同埋之前介紹過俾各位嘅景悅軒啊、華雄嘅呢啲豪宅盤，其實都係集中喺城區呢一帶喺度㗎啊！所以講，我覺得既然咁多嘅啲拍地啊、拍地價全部集中喺城區，其實就有原因。因為而家目前買樓咧，同前幾年嘅話咧，可能就唔一樣。可能前幾年嘅話咧，可能好多鎮區會拍地。咁而家點解咁多開發商佢拍地集中喺城區咧？因為而家目前而家好多嘅客戶消費群體可能就要想同樣嘅錢買翻啲優質嘅盤，包括而家目前最新一個政策喺度啊，拍地信息同大家亦科普下，因為喺易翠園嘅點講咧，東南位嗰邊就係以前嘅舊嘅東區醫院塊地啊，即係喺中山日報後邊嗰度咧，最新咧拍出塊地咧係7300蚊嘅樓面地價，7300嘅樓面地價。咩叫樓面地價？即係我拍咗塊地，我唔起樓，冇任何嘅營銷動作，營銷成本我未加上去，單個地皮佢嘅成本已經7300蚊一平方啦，而且佢嘅面積，成塊地嘅面積只有40畝地，都冇呢個樓盤咁大，係咪啊？即係我可以咁講啊，過多1-2年，佢就會拎出嚟賣嗰時，起碼要翻2.5倍先有錢揾，即係換算嚟講，可能要賣到17,000蚊一方以上。先有錢揾喺度嘅啫，咁同比而家目前呢個樓盤準現樓，而且係咁大嘅樓盤，咁優質嘅位置喺度，而家賣緊就係118萬任揀喎，83方喎。我相信後邊即使有其他嘅新地塊、新嘅4代住宅出嚟都好啊，佢個面積絕對係冇80幾方、100方嘅。大家有冇留意到個細節？而家目前好多嘅4代住宅嘅話咧，佢最細嘅面積都去到120方、110幾方㗎啦，即係冇可能去到啲70-80方嗰度嘅，冇可能，因為佢嘥咗個位置㗎嘛，寧願佢做啲大嘅個戶型更加揾錢喺度。所以講呢隻80幾方2房，我覺得就係買一間少一間啦。而且關鍵係呢隻戶型嘅話咧，佢嘅朝向好好，包括而家目前啦，我哋因為佢到時而家目前大家見到鏡頭見到嘅呢啲標準拆咗，即係掃咗層白灰嘅，包括佢嘅地面嘅，唔係因為今日我拍視頻做揀呢間咁靚仔嘅一個示範單位同大家嚟拍。事實到時佢每一棟樓、每一間樓嘅話咧，全部交付嘅話咧都係咁嘅。呢種真係交標嚟講，我做地產做咗10幾年，可能我未見過。一般大部分嘅佢每幫你做嗰啲白灰，佢每幫你整平嗰塊地面喺度㗎。所以講呢啲就係質素喺度唔一喺度，係咪啊？而且個陽台佢幫你鋪埋磚，有幾多個樓盤陽台幫你鋪埋磚㗎？基本上都係水泥地嚟㗎嘛，係咪啊？咁講完啱講完囉嗦咗好多嘢係咪啊？咁再講翻戶型嗰邊啦。其實飯廳、客廳一體化，南北對流。咁呢一邊咧其實就係廚房位喺度啦。咁廚房位嘅話咧，我講係可以咁講，係叫中規中矩喺度啦，係咪啊？咁做翻個L 字形一個廚房位，放翻台嘅雙門冰箱可能會比較緊湊啲，放翻個單門冰箱。畢竟你係2房，人住得比較少啲，我覺得係比較緊湊啲，夠用喺度咯。關鍵呢個廚房嘅窗，我覺得都係會比較大啲喺度㗎，係啊。所以講適中咯，係咪啊？咁睇完啱啱講嘅啲棟區之外啊，我就睇翻呢2間房，佢有咩亮點喺度咧？因為呢2間房嘅話咧，全部向東㗎，即係有樓一定要買靠東南，因為佢成個朝向嚟講，有啲係屬於叫東南位喺度嘅，所以講佢房間靠翻東。陽台嘅話咧，有啲少少東南偏東南嘅。咁房間嘅話咧，其實就係點講咧？83方嚟講，我覺得係比較會適中喺度咯，唔會話太大喺度嘅。呢間房嘅話咧，仲多咗一個窗相當於可以咁講啦，相當會透氣啲啦，採光面會更加好啦。而且呢間房嘅話咧，佢都做咗一個細陽台喺度嘅，即係平時瞓醒覺啦呢度放翻台跑步機又得，或者係種翻啲花，係咪啊？瞓醒覺啊，呢度睇翻咁靚個城市嘅景色，其實都係好寫意喺度㗎。呢個陽台，如果或者好多街坊覺得呢個陽台我唔中意，我覺得一個陽台夠啦喎。咁你可以將佢呢個窗封咗佢，
封咗佢，我覺得呢間房會更加嘅大喺度，因為呢間房嘅 view 真係都好開揚㗎，即係冇遮冇攔，好舒服喺度嘅。望翻我哋啱啱講嘅行政服務中心就喺樓下喺度啦，係啊。咁我哋過嚟睇翻另外一個房間度啦。講房間之前嘅話咧，其實呢個就係公衞啦。公衞嚟講，其實就係都係中規中矩啦。不過嚟講，佢就係屬於2房1衞喺度嘅一個衞生間。佢就可能有一個唔好地方。不過講白啲，83方喎，係咪啊？要係100方，你做唔到2個洗手間度㗎。咁另外一間房嘅話咧，同樣佢一個窗位都係通風採光窗位嚟嘅。其實都係。我覺得就如果太多窗嘅話咧，可能做衣櫃比較難做啊。咁當然到時後期嘅話咧，各位街坊睇翻佢嘅裝修方案啦。唔中意呢個窗嘅咪封咗佢咯，係咪啊？咁更好利用翻一啲做櫃位啊，或者放床度嘅。咁呢間房嘅話咧，大概嘅面積咧去到13個平方左右。其實2間房嘅面積咧，我感覺係差唔多喺度嘅。咁同樣呢度放翻張1.8米嘅床，3邊做到落床位，其實都 OK 喺度嘅。咁當然啦。佢嘅房間可能同而家目前嘅4代住宅或者高贈送嘅面積嚟講咧，就冇得比啦。因為呢啲屬於叫舊規住宅喺度嘅，中規中矩咧就戶型喺度嘅。咁如果啲街坊覺得，我兩公婆基本上我兩公婆翻嚟上中山度度假喎、養老喎，平時基本上99%嘅機會都係2人住喎。咁其實我可以建議各位街坊嘅話咧，呢間房可能呢間房一個陽台去封咗佢做大呢間房。跟住呢間房嘅話咧，可以做翻個衣帽間或者太太嘅一個化妝間，其實都可以喺度㗎，係咪啊？咁做成一個大嘅房間，我覺得會更加利用得更加會好啲喺度咯。今日同大家介紹嘅呢隻就係83平方嘅118萬樓層陰間。咁可能好多街坊覺得，樓層陰間會唔會啲樓層會比較差啲嘅嗰啲樓層咧？其實唔使擔心，我了解到話咧，目前最新嘅政策嚟講，基本上係屬於中高樓層度嘅，係咪啊？因為我哋前1-2個月咧，我都嚟拍過片，拍過呢隻戶型類似嘅戶型度嘅，當時嘅價錢咧去到135萬總價喺度嘅，今日就118萬。咁平咗差唔多成20萬喺度，另外嘅話咧，仲送埋一個車位，係產權車位喺度㗎，係咪啊？所以講，我覺得好值得同大家嚟睇睇。咁究竟個車位係點樣到咧？接落嚟呢條片，我可能再落去車庫同大家嚟拍一拍，究竟個車位靚唔靚仔喺度咧？係咪啊？咁轉頭見。嗱，咁我而家嚟到81棟嘅樓下。佢嘅車庫負1層，因為佢嘅車庫咧有負1同埋負2嘅，咁我嚟到負1層咧，同大家嚟睇睇。咁睇翻而家目前成個一個負1層嘅大堂啦，其實佢嘅管理真係非常之到位嘅，因為一般好多嘅中山嘅樓盤咧嗰啲，因為1樓咧肯定好靚仔嘅，去到地下車庫嘅話咧，因為佢要裝修咧，會搞到烏煙瘴氣啊，好邋遢，好多沙石。咁我一現場睇翻。佢鋪咗啲地板之後，其實整體嚟講係好乾淨、好利落喺度㗎。而且呢對門嘅話咧，同樣用咗嗰啲透明玻璃嘅消防門，都係好舒服喺度嘅。關鍵係佢連地下車庫嘅話咧，都做翻啲擺翻啲綠植喺度。不論你係1樓或者負1層翻屋企度嘅話咧，佢都係好舒服，有啲綠植喺度啊，睇翻喺度啊。咁鏡頭睇翻我哋而家負1層喺度啊。可能而家目前我哋係屬於今日係星期2啊，星期3。今日星期4，咁星期4嘅話咧，可能就好多業主會翻咗工喺度啊。咁而家目前睇翻咧，成個車庫嘅話咧，佢第一個佢唔會話好壓抑，因為有啲車庫嘅話咧，可能就會比較低啲啊。咁而家目前睇翻佢嘅層高嚟講咧，去到基本上到5米嘅層高喺度㗎，所以講唔會話車庫覺得好局促、好唔透氣，而且前邊嘅話咧可以睇翻。我哋佢呢個車庫嘅話咧，唔會話好似其他樓盤嗰啲車庫咁會好暗咁啊，因為佢有啲採光井嗱，呢啲採光井嘅位啦，呢邊嗰啲通風氣井喺度啦，其實成個感覺會好通爽喺度㗎啊！唔使擔心佢話嗰啲車庫會唔會好差啊？送啲車位啊？咁當然啦，而家目前81棟嘅話咧，佢送嘅車位咧。先到先得，可以咁講啊！你越係早啲選、早啲買嘅話咧，會揀翻靠翻 lift 嘅口位嘅。咁好多街坊會覺得，我可能我而家目前我冇車喎，咁我送俾我咩用咧？其實都唔使擔心噶。如果你買咗呢度樓送嘅車位，你唔用唔上嘅，你咪租俾其他業主喺度啦。因為而家目前正常租金嘅話咧，去到300蚊一個月喺度㗎。咁你唔用嘅話，你咪租俾其他業主，其實都 OK 嘅。因為所有嘅物業嘅話咧，如果你間套單位
配埋一個車位嘅。日後你唔想打比方，你想放呢間屋啦，你有車位嘅情況下咧，你轉手會更加易嘅，而且呢套單位嘅話咧更加會值錢啲。因為呢套車位正常易翠園，因為屬於市中心嘅車位，正常賣20萬一個車位，而家目前嘅正常銷控價喺度㗎。咁而家目前買樓118萬送埋嘅20萬，價值20萬嘅車位，我覺得係非常之抵買啦，係咪啊？咁當然啦，如果係有啲業主嘅話咧，我想佢話我唔要，我覺得80幾方覺得細喎，我想買啲大少少面積喺度喎。咁接落嚟，我會帶得各位街坊睇翻我哋今日另外推薦呢棟樓82棟，都同大家嚟做翻個對比喺度。不過呢棟82棟嘅話咧就唔送車位嘅。咁如果有興趣嘅街坊繼續睇落去，中意呢條片嘅幫手點個 like 喺度啊！咁轉頭見。嗱，啱啱我留意到一個細節喺度，其實視頻啱啱講嘅車位租到300蚊係正常我哋中山嘅其他樓盤嘅啫。咁呢度易翠園嘅話咧，其實睇翻呢個最新嘅物業公司嘅通告啊，呢度就係5B 期啊。如果針對啲人房車位，唔係講緊產權車位啊，人房車位，咁佢正常嚟講即係政府嘅指導價咧係800蚊一個月喺度噶嘛。佢而家目前嘅優惠嘅租賃價咧都要去到400蚊一個月喺度啊！所以講呢度嘅車位嚟講，真係非常之值錢喺度啊，係咪啊？如果啲街坊選擇我唔用嘅話，嚟日後租出去嘅，我覺得出邊而家目前人房車位都400蚊，我租翻產權車位400蚊，如果係近翻 lift 個位置咧，會更加有優勢喺度㗎，係咪啊？如果中意易翠園嘅呢個單位喺度嘅，真係快啲落手喺度嘅。咁接落嚟我繼續帶大家去睇翻另外一個82棟單位喺度嘅。82棟嘅話咧，佢就係冇產權車位送，不過佢會有啲101方同埋123平方嘅單位喺度嘅，大家可以做翻個對比喺度。咁當然啦，我有好有唔好，都會同大家各位街坊劇透翻啊。咁我一上樓先，轉頭見。各位街坊，而家我嚟到82棟嘅24樓一個示範區嗰度啊。咁當然佢嘅示範區咧都係冇放傢俬嘅一種示範區，係直接睇翻佢嘅戶型喺度嘅。咁講翻呢一棟樓嘅嗰個設計啊，同樣都係2梯4戶一個設置喺度嘅。不過唯一咧，點解我會啱啱一直推薦各位街坊買81棟嘅咧？咁次選擇就係82棟度咧，因為82棟嘅話咧，佢嘅佈局咧其實就係會有啲特別㗎啦。大家睇翻而家目前嗰樓層24樓啊。佢嘅4戶人02、03、04，佢集中喺另外一邊嗰度嘅。咁單獨一戶咧就係01號位喺度嘅，因為01號位咧係今日我最推薦嘅一種戶型喺度嘅，123平方嘅3房啊。咁如果係同樣80幾方之前佢做緊特價單位嘅話咧，呢邊咧有啲80零方咧都會有，不過戶型咧佢就唔一樣喺度嘅。嗱，俾大家嚟睇一睇，因為佢而家目前咧3戶人佢集中同埋一個空間度嘅，可以咁講啊，佢會比較逼狹啲啦，或者係好雜亂啊，覺得嘛？因為佢呢隻面積嘅話咧係91平方嘅3房，91平方嘅3房。咁對面嘅話咧02戶型嘅咧係86平方嘅，咁中間深一戶嘅03號位咧係122平方度嘅。所以講同樣122同埋01號位123方嚟揀，我肯定會揀翻01號位嗰度嘅。畢竟佢係獨門獨戶一個空間喺度嘅。咁除咗啱啱大家講嘅83呢個91呢就86方啦，咁80幾方同啱啱我介紹俾大家嘅81棟嘅有咩區別喺度咧？可以跟住鏡頭嚟睇睇究竟個區別喺邊度嘅。因為佢嘅同樣佢嘅朝向嚟講咧，都係向翻東向嘅。佢一門口嘅話咧有一個廚房喺度，廚房位置都會有喺度嘅。關鍵嘅話咧，佢有啲比較新鴻基比較騎呢嘅地方啊，其實通過呢對門咧出翻去嘅話咧，其實有一個叫工作間啊，即係到時好多業主嘅話咧可以 book 咗呢埲牆，中間廚房埲牆咧托翻出去咧，個廚房會更加大啲嘅。不過關鍵係呢隻戶型，我覺得嘅話咧，佢冇啱隻戶型咁南北對流啊，佢所以得一邊嘅陽台，咁另外一邊係側面嘅，所以講直接對流嚟講咧，會相對會差啲喺度嘅。再睇翻房間啦。房間嘅話咧，其實都一樣啦，兩邊向東嘅房間，佢將主陽台嘅陽台會比較長啲，直接通到去隔離一間房度嘅。咁主人房其實同啱啱呢間房都啱啱介紹81棟間房咧，大細都係差唔多嘅啫。只不過我覺得房間嘅通風啊、透氣啊，或者係綜合嘅性價比嚟講咧，冇81棟咁優而且係唔送車位喺度嘅，戶型仲係冇81棟咁靚仔咁我呢隻單位我就唔過多嘅敘述喺度啦。咁介紹翻，如果啲街坊覺得80幾方太細啦，
我而家目前香港住緊，可能都係咁大嘅。咁我想買翻啲更加優質嘅位置喺度嘅。咁我今日首選推薦各位街坊嘅話咧，就係01號位喺度啦。攝影師跟住我過嚟睇一睇01號位喺度嘅格局係點嘅。其實01號型咧，我係最中意最推薦俾各位街坊喺度嘅。即係點解咧？一入門口嘅話咧，就一個咁 king size 一個入戶花園喺度，而且係贈送一半面積喺度嘅。而且入門口好舒服啊，我覺得啊，一入門口成個景成個 view 好開揚咁嘅，前面冇遮冇攔，睇翻咁靚個城市景，睇翻我哋嘅豪宅區，啱啱講嘅龍湖啦、景悅軒啦，全部啲豪宅嘅片區，水雲天嗰邊度嘅。而且呢個位置到時種翻啲花，放翻啲鞋櫃，或者中意封窗又得，唔封保留翻種啲花草，我覺得都係好寫意喺度嘅。再過嚟睇翻間屋嘅格局喺度啊！佢成套單位嘅話咧，佢係屬於叫南北對流嗰種設計喺度嘅，因為我好中意呢隻戶型喺度嘅，即係平時可以咁講啦，你平時夏天開空調都開高一兩度喺度，因為佢一扯風嘅話咧，好舒服嘅，唔使開風扇喺度㗎。咁同樣呢個係屬於叫主陽台，主陽台要望翻啱啱講嘅，去翻望翻我哋嘅，好似前邊嘅高少少兩棟樓咧就108啦，呢邊係屬於叫新東區。旗江新城片區嘅寶龍城啊，都會望得到嗰度嘅。咁望翻嚟，而家左邊嘅方向嚟講咧，好似就係萬象匯啦，係咪啊？同埋啱啱講嘅啲富豪區啊，水雲天、華虹系列嘅一啲樓盤，全部都望得晒，而且全部好矮嘅，所以講視野好開闊、好靚喺度嘅。咁陽台嘅話咧，就係中規中矩咯，唔會話特別大，唔會特別細。夠用咯，咁成個飯廳同埋客廳佢嘅開間咧，佢係去到3.2米嘅闊度喺度嘅，3.2米嘅闊度喺度嘅。咁睇翻呢一邊嘅陽台，佢唔係叫陽台，所以個飄窗位咧，望出嚟嘅 view 咧，真係都係好靚喺度嘅。因為嗱，而家前方嘅話咧就係易翠園嘅早期嘅單位，因為易翠啱啱講過嘅，佢03年已經入咗嚟中山㗎啦，咁佢分咗差唔多成10期嚟可以反到嘅。咁呢啲早期嘅單位咧，其實成個外立邊嚟講都係好襟睇喺度㗎。咁其實除咗啱啱講易翠園之外，遠少少嘅，其實都可以望翻啱啱講嘅中山嘅市費公園，係咪啊？最大嘅一個公園嚟講就係紫馬嶺公園，佢嘅摩天輪啦，係咪啊？都望得到。再遠少少嘅話咧，其實就遠洋城片區㗎啦。咁再遠少少咧，其實就睇翻成個嘅五桂山嘅山脈喺度㗎。哇！呢個景真係非常之靚喺度，係咪啊？食住飯望住呢個景，而且佢嘅私隱性會好好喺度嘅，前後每個人望得到其他戶一個陽台或者窗，所以講我覺得非常之值得嚟大家嚟睇睇。關鍵呢隻戶型攝影師嚟睇影翻嘅123平方呢隻戶型。咁我哋啱啱入門口咧，就係呢度通過入戶花園啦，廚房。就係個細陽台喺呢邊嘅，咁當然啦，佢嗰個廚房位咧，佢到時佢可以托出去喺度嘅，托得出去喺度嘅。咁呢度咧有3間房，1、2衛生間，3房2衛喺度嘅。咁呢度嘅話咧，其實我最值得同大家推薦點解咧？因為佢嘅所有嘅柱位，好似特別加深式嘅呢啲嘅，加深式嗰啲咧係唔可以駁咗佢噶嘛。即係換言而之，如果有啲香港街坊覺得，呢個廳我覺得細啲喎。咁你可以選擇啲將呢埲牆嘅話咧，有啲牆體，包括呢套單位嘅話咧，拆咗個埲牆喺度，咁成間屋嘅尺寸咧會更加大喺度啦。再睇翻嚟房間嗰邊啦，嗱正區嗰邊係正區嚟嘅房間嚟講啦，呢間房咧大概嚟講就向翻南向嘅房間嚟嘅。呢間房大概有13個平方左右啦，係咪啊？咁都係同樣望翻咁靚嘅啱啱講嘅南向嘅一個景觀喺度咯。再過翻嚟睇翻第2間房間第2間房間係屬於主人房嚟嘅。主人房嘅話咧，佢帶一個套間嘅一個設計喺度嘅。咁當然啦，比我啱啱介紹嘅呢間房咧，會更加大少少喺度。咁最後一間房可能比較細少少嘅房間，佢係放喺北面嘅房間喺度嘅。咁呢間房基本上可以放張1.2米嘅床咧，可能比較好啲，或者係做成一個書房、雜物房，或者係做成個衣帽間。因為呢間係屬於主人房啊嘛，你好多街坊咧後期啦裝修時咧，可以將呢埲牆揼咗佢之後咧，直接呢度做成衣帽間，呢度封門口，其實都係我覺得合適喺度㗎。咁如果你話想間成個客廳會大啲嘅話咧，將呢棟牆啱啱講話呢棟牆嘅話咧拆咗佢，咁成個客廳、成個飯廳嘅感覺咧會更加大喺度咯。
啊，呢隻咧就係啱啱同大家各位街坊介紹嘅123方嘅一個單位喺度嘅。咁而家目前現場嘅話咧，都好多客戶喺度睇緊樓喺度啦。咁我同大家報翻個價錢喺度啊。呢度單位嚟講咧係82棟嘅單位喺度嘅。咁目前嘅話咧，佢係冇送車位喺度嘅。咁而家目前呢棟樓嘅均價咧去到15,000蚊一平方喺度嘅，15,000蚊平方。如果俾各位鏡頭前面嘅街坊，你會揀呢隻咁優質嘅3代住宅啊，定係會揀翻4代住宅啊？係咪啊？咁接落嚟咧，我落翻花園入邊同大家做翻個總結喺度啊，轉頭見。各位街坊，而家嚟到而家成個小區嘅園林度咧，同大家做翻個今期嘅一個總結先。因為呢度益翠園嘅話咧，啱啱視頻開頭講過啦，東區一個豪宅嘅封面樓盤喺度啦。咁事實就係真係豪宅喺度，豪宅嘅一個品質，包括佢嘅外牆立面好啊，全部貼晒磚，嚟成個小區嘅地面都好啊，都鋪晒全部嘅石喺度嘅。連屋企入邊雖然講毛坯膠附都好啊，都幫業主掃埋嘅灰，地面嘅做咗持平。其實佢嘅整體嘅交付標準係非常之高嘅，即使係睇得到睇唔到車庫都好，都做得企理靚仔仔，不愧係香港一個好專業嘅豪宅嘅一個開發商喺度啊。咁講翻呢度嘅價錢喺度啊，其實今日我主要推介咗2隻戶型喺度嘅，第一種就係81棟嘅83方嘅一種2房單位喺度嘅。咁今日佢搞緊活動嚟講就118萬 total。咁送埋產權車位，咁當然咧佢係屬於毛坯交付嘅，咁後期可能要響到啲街坊嘅話咧，到時揾翻啲專業嘅裝修公司咧，幫業主去做翻個 DIY 喺度嘅。咁當然我阿 Ken 嘅話咧，手頭上都有之前好多業主買咗啲毛坯房或者大平層，都係同樣毛坯嘅，都係提供翻啲多種嘅方案俾業主去參考翻喺度嘅。咁除咗83方嘅2房之外咧，仲有一座咧，我會比較推薦就係82棟嘅123方嘅戶型喺度啦。咁佢嘅總價啱計翻咧，大概總價180萬左右嘅，可以買到間3房2衛啦。咁當然啦，可以將其中間房 book 咗佢嘅，做大嘅廳，做翻間好有品質感嘅2房，其實同樣都係 OK 喺度嘅，係咪啊？咁如果鏡頭前面嘅街坊，如果你拎住180萬嘅，係咪啊？你會買而家目前嘅4代住宅啊，定係買而家目前咁高質素嘅3代住宅，而且佢嘅樓距、佢嘅品質一啲都唔輸蝕第4代住宅嘅？如果鏡頭前嘅你會點揀到咧？係咪啊？中意呢條片嘅，幫手點個 like 喺度嘅。如果下一期想我阿 Ken 探其他嘅邊啲樓盤嘅，都喺評論區同我做翻個互動喺度嘅。今期呢一集到呢度啦，係咪啊？我阿 Ken 有咩可以掃描視頻嘅二維碼聯繫翻我。拜拜。